成人哽塞處理方法。先生，你係咪哽親啊？嗱，你試下咳啦，試下嘗試咳啦，係嗱，我急過嚟幫你嚇，雙隻腳分開添啊，係嗱，身體向前慢慢污前，係啦，照我説話做，咳啦。如未能把哽塞物咳出，咳啦，應施行腹部擠壓法，找出腹部擠壓法擠壓位置啦，然後將個手指咧就係拇指收埋啦，揸緊嘅拳頭，將扁平嘅位置擺喺手指之上，揾出腹部擠壓嘅位置㗎。然後咧，我哋就會係向內向上擠壓傷者，鼓勵傷者咳嗽㗎。傷者咳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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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異物仲未咳出嚟喎，試下再咳，咳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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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異物仲未走出嚟喎，試下添，咳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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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重複施行5次拍背法及5次腹部擠壓法，直至咳出異物為止。仲未得喎，再試下添。嗱，異物仲未走出嚟㗎，咳啦，咳，咳啦，咳啦，咳。OK， 嗱，先生。若傷病者咳出異物，小心扶佢坐低休息。OK， 嗱，我扶你埋嗰邊坐，慢慢啦。若傷病者轉為昏迷，應安全將佢放置喺地上，小心保護頭部。需要時施行心肺復甦法，並安排緊急送院。